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行所境界的人，迄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你毋通看轻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伊互人痛疼，就甲伊包抹；伊拍伤，也用伊的手医好伊。旧约圣经约笔记第5章17节、18节。行所境界的人，迄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你毋通看轻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伊互人痛疼，就甲伊包抹；伊拍伤，也用伊的手医好伊。旧约圣经约笔记第5章17节、18节。医生的手摕着刀，受着的手呢也摕着刀。医生手内刀，甲受着手中的刀是无共款的。受着手内刀是要害你，医生手中的刀是要救你。神刑罚世间人，有当时互世间人遭有灾害，就敢若亲像医生手中的刀，并毋是要害世间人，乃是要互世间人悔改来得救。神若是要毁灭世间人，敢还阁爱费真大的代志吗？神若是将灵甲气收回家己，既然有迄气的，敢无做伙死亡嘛？所以神降灾祸，也是出于爱，因为伊就是爱。伊既然甲家己的独生爱子，互咱世间人咯，还阁有啥物好处？伊毋肯互咱世间人呢？父母是爱惜囡仔，伊绝对无讲无留着一项好处，无互家己所疼的囝。但是父母为着囡仔好，当伊有毋对时阵，也是会严厉的责打管教。圣经记载，以色列人远离神、拜偶像的时阵，先知以利亚甲神是徛一边的，伊求神毋通落雨，神就听伊祈祷，3年06个月无落雨。当以色列人受旱灾，将要活袂落去的时阵呢，就悔改归向神咯。若无这边的旱灾，神若无伫因的身上开刀，因就永远以家己的力量来做神。伊被造的偶像假神，当作神来拜，袂记得耶和华真神咯，煞来灭亡咯。神并无愿意因遭有灾难，乃是出于不得已的。咱有当时伫神的面头前会惊恐，也是安尼。咱为着罪煞来受苦，并毋是神的心愿，是神不得已的管教。伊是全然爱你的神。行所境界的人，迄人是有福气的。所以你毋通看轻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伊互人痛疼，就甲伊包抹；伊拍伤，也用伊的手医好伊。旧约圣经约笔记第5章17节、18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在龙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